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歡迎大家收睇實德財富錦囊。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黃金價格喺10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嘅走勢，究竟會唔會再次展現翻一個反覆向好、屢創新高嘅走勢？首先，今個星期重中之重，當然係聯儲局喺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2點鐘發布嘅議息決定。大家都已經係對聯儲局喺今次嘅議息會議上繼續有減息動作係毫無懸念。問題只係在於，當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喺新聞發佈會上所發佈嘅有關嚟緊打後嘅利率動向，究竟會係偏向鷹派定係鴿派啦？如果大家消化完鮑威爾喺新聞發佈會上嘅言論，為嚟緊聯儲局都會係逐步有減息嘅動作，唔會咁輕易就停止呢一個減息嘅行動嘅時候，咁樣大家對買入黃金嘅風險胃納就會有提振作用。所以短期間金價就算係一個嘅有回吐，但係應該都能夠喺短期間喺$4010附近揾到個支持。原因就係呢一個除咗呢一個嘅利率動向一個減息嘅因素之外，大家買入黃金去對沖特朗普嘅多變不確定性政策風險仍然存在。咁所以短期間喺10月份最後一個星期，金價都應該仍然係一個反覆向好嘅走勢，可以喺大概$4010建立個好倉盤，短線睇高個金價上返去$4150附近，而止蝕價位就可以放喺$3990啦。今集講到呢度，想知道更多市況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下次再見，拜拜。